来看这原底是要互民众散步甲运动的公园，即卖呢煞变做是粪扫场。这是新竹市建国公园，最近是互人发现的，有人是伫现场放10挂了椅啊，甚至有人会甲厝内底粪扫摕来到遮等。好至政府呢真无简单，才整理好势的公园，即卖又搁变垃圾啊！10几只椅啊，颠倒头壳，会使看到有的连连啊，拢已经特别坏去啊。新竹市建国公园最近发现有人伫公园内底放几只椅啊，附近民众讲，遮定定有袂少时大伫遮泡茶开讲，所以可能是有人挑工摕来遮放，要互时大坐。人摕来遮讲要互老遐坐，我嘛唔知。啊，伊迄是好意的啦。早上有看到有一个人在坐，老遐在坐，但是伊说无看遐坐啊。不过，这款办公室用的椅啊，大量出现伫公园，看起来实在真奇怪。新竹市府表示，安尼唔来造成环境问题，嘛影响其他民众使用权益。除了会派人清除以外，刷入去把依废弃物清理法相关规定办理。公园为市民共享的公共空间，再次呼吁民众切勿于公园内随意弃置个人物品、废弃物或家用垃圾。市府亦已通知警方协助调阅监视器，厘清行为人。后续将移请环保局依废弃物清理法相关规定办理。其实新竹的建国公园是市府伫去年才重新整理好的，没想到才过无偌久，即马佮变回较早过去畏水环境。市府强调未来加强整理，还要大家做伙维护公园环境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